本影片將示範如何提交聯名物業的物業稅報稅表 BIR 57。此網上服務只適用於就2至4名業主共同擁有的物業所發出的物業稅報稅表 BIR 57，而當中最少1名業主須為自然人。首先，登入你的個人稅務網站帳戶 ITP 帳戶，於網上服務目錄選擇物業稅，由2名或以上業主擁有，然後選擇提交聯名物業的物業稅報稅表 BIR 57。提交過程分為4個步驟，請點擊繼續開始，閱讀重要提示，然後點擊繼續以開始填寫物業稅報稅表。在物業稅檔案列表中，點選你需要提交物業稅報稅表的檔案。你亦可透過搜尋功能尋找有關檔案。如物業擁有人或業權份數曾經變更，而你在變更前和後都是擁有人，那麼檔案列表可能會就該物業顯示多於一個物業稅檔案。你可從物業稅檔案號碼末端括號內的數字區分不同的物業稅檔案。請確保所選的物業稅檔案正確。選擇正確的物業稅檔案後，你需要選擇有關物業稅報稅表的課稅年度，然後點擊繼續。如該物業稅檔案只有一份可供網上提交的報稅表，便無需選擇課稅年度。為方便你填報，本局已根據記錄替你預填部分資料，請檢查該預填資料是否正確並作出適當修訂。你可點擊資料圖示以獲得更多有關填寫物業稅報稅表的資訊。首先，填寫你的個人資料、所佔業權份數及個人入息課稅的選擇，然後輸入其他擁有人的詳情。由於其他擁有人的身份會影響所需輸入的資料，故此請先選擇其他擁有人是個人或是商業個體。你需要為每位其他擁有人填寫姓名、香港身份證號碼或商業登記號碼及所佔業權份數。你可點擊其他擁有人詳情右上角的橡皮擦圖示，以清除為該擁有人填寫的資料。點擊繼續以進行下一步。你可點擊返回到上一頁更改資料。如你點擊清除，畫面上所輸入的全部資料會被移除。你可點擊儲存及離開，把已經輸入的資料保存1個月。如物業業權曾於本年度內更改，如已出售物業或任何一位擁有人離世，請輸入業權更改的日期。如業權沒有更改，請跳過這輸入欄。如在本年度內這個物業有作出租用途，選擇是；如沒有出租，選擇否。點擊繼續以進行下一步。如你於上一頁申報物業已出租，你便須填寫出租詳情填報於此部分。首先，填寫在本年度內共出租的月數，這個數字最大是12。接着，請填報本年度開始已收或應收的租金。如果牽涉多於一份租約，請把租金分別填於相應的租期內。系統會計算累計總收入，請確保該累計總收入為全年總出租收入。如擁有人同意並已繳交差餉，你可以輸入已繳差餉款額以申請扣除。曾課物業稅的應收未收租金現已證實不能追回，只宜在上述部分填報或過往曾被評定物業稅的應收租金，而該租金於本年度內確定為不能追回。此金額不應包括任何從未給予評定物業稅的租金。如果物業並未出租，你無需填寫此部分。點擊繼續以進行下一步。於3月31日，若該物業已出租，請選擇是；如果不是，請選擇否。如果你在上一頁中已申報該物業並未出租，則無需填寫此部分。點選繼續，你輸入的資料現顯示給你確認。
再使用你的 ITP 通行密碼，至方便家或認可認證機構簽發的數碼證書簽署報稅表前，請仔細檢查所輸入資料是否正確。報稅表一經提交，將無法修改。如果你在提交物業稅報稅表後需要更正任何錯誤或遺漏，請透過物業稅由2名或以上業主擁有服務選單下的作出請求或回覆，選擇提交補充資料通知我們。你可以在提交前列印此畫面顯示的報稅表。點擊放棄提交可取消提交而不儲存輸入的資料。點擊儲存及離開可儲存輸入的資料。點擊返回可返回上一頁。如果所有輸入的資料均正確無誤，請以密碼或數碼簽署簽妥你的報稅表。你已成功提交聯名物業的物業稅報稅表。你可以列印或儲存此頁面以作記錄。如果你想為此物業稅檔案提交其他課稅年度的物業稅報稅表，你可以點擊提交其他年度的報稅表以選擇你想提交的年度。如果此檔案只有一份物業稅報稅表尚未提交，你將會被轉到相關頁面直接填寫該報稅表。如果你想提交另一個物業稅檔案的物業稅報稅表，請點擊提交另一檔案的物業稅報稅表以進入物業稅檔案列表，選擇你想提交物業稅報稅表的檔案。